台南市南区再兴里活动中心，伫民国69年完工到现在，使用超过40档。南区区公所自民国109年办理建物的取品甲产品，伫去年底开了700多万，完成耐震补强的工程。虽然补强以后外表硬体新颖，不过议员林美燕也是接到当地里长甲里民反映。表示内面侪软体设备，还阁需要来改善，因此上午邀集公所甲民政局来会勘，希望软硬体改善会用的一概到位。这个建筑物已经是民国69年来到这边40几年的建物了。那这段时间我们也真的有看到我们南区区公所区长的用心在这一年里有做一个耐震补强，还有结构的一个就是勘察那在这几年也花了580几万的经费在做这个结构补强跟拉皮啦。那外观看起来真的漂亮多了，就如同一个新的建物啦。但是呢，我们把门一打开，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软体，包括里面的设施事实上相当的严重不堪使用要解决2件事情，一件是地下室的积水，一件是现阶段的一些设施如果不能使用的话，我们要及时去赶快修缮赶快把这个门打开，让我们在新的里面能够就在这边做一个活动，而且能够使用，我想才能尽到物尽其用的这个功能才对啦。上午包括民政局长江林煌、主任秘书、加南区的区长肖秀华嘛拢到场，伫个里长甲里民的带领一一来会勘，包括地下室的排水沟泄漏、厕所的无障碍设施改善、舞台的布幕、LED 灯，总经费大约还阁需要70几万。局长嘛回应，一定会来改善。场地非常的 OK 啦所以这个针对这个在内部稍微有点更新，还有那个修缮的部分呢，虽然以前的规格跟包括那个残障厕所类似像这种部分都以前的规格，但是现在因为是规格已经不一样了，市民朋友也需求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地方的需求，然后我们做个修缮，然后让市民朋友有个很宽敞的活动中心来做一个联谊而这个场地呢跟大马路也是很近，而且非常的宽敞。现在要建一个活动中心，像类似像这样的活动中心可能要花费可能要上亿啦。那刚好有这个地方呢，我们用一点钱来修缮之后，给市民朋友来使用，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非常的支持。局长强调，市长自就任以来，为了提供市民优质的休闲空间，倾力基赞关心活动中心的相关软硬体建设，除了针对具有的来补强，目前伫南区还有文南、大拿甲明德里的活动中心，嘛正规划兴建中。相关的经费，民政局嘛会来全力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